啦，這個民進黨要選台北市長的沈碧陽今仔日來透露，講伊最近已經啟動着議員一對一拜訪的行程，嘛調看着議會過去的資料，要針對台北市制定着政策。同一個時間，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到雲林，甲縣長的參選人張家軍合體來考察。蔣萬安是不是已經開始全台輔選的行動啊？咧，嘛引起着關心。超級好吃食一喙雲林土豆所做的冰淇淋，台北市長蔣萬安學老講好食，佮親身體驗土豆的分級包裝作業流程。這個眼睛要很好的。這屆蔣萬安來到雲林考察，不過伊16才替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徛台，昨昏佮雲林縣長參選人張家軍做伙出現，明仔載佮要到宜蘭出席宜蘭縣長參選人吳宗憲的頭一場昆托會，敢是已經開始咧全台輔選。跟萬安市長學習，也向這個幸福城市邁進啊！我們雲林縣大家長張麗善縣長，還有嘉俊委員，長期和農民站在一起，在立法院也幫忙發聲。選戰的議題，蔣萬安無正面回應，不過聽起來小可咧替張家軍講叫。啊，那佇咧蔣市長雲林考察的同時，另外一邊，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陽上廣播，為島警公告歡迎相款，攏已經啟動甲地方的議員一對一來請教，要用家己的專業針對北市做全新的政策。像上禮拜我在看數據的時候，比如說老屋延壽這一個，台北做特別慢，這個是中央本來政策，但是要地方政府去執行。啊，桃園高雄為什麼一直做？啊，為什麼我們這邊不做？包括過去這幾年，台北市我們不管是讓大巨蛋完工啟用，爭取到輝達的海外總部落腳台北，以及捷運6線齊發正在全面的布建。兩人空中在拍政策戰，蔣萬安是積極跨區佇咧全國做登場，同時沈碧陽是專心佇咧北市接走基站。面對年底的選戰，雙方繼續積極攻守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